开心了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轩荣，生日快乐！好感动。拍手拍手！这是我的礼物给你。那这个是在我很低潮的时候做的一首歌，叫《I Can》，就是听起来我是我可以，希望可以鼓励到你。然后还有这个是我 Last Year 的，我知道。对，听说还没到货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新款的哦，这还没上市，还没上市哇！小九的 T 恤，哎呦！你要谢谢你的好朋友，他一直跟我们在联络。泡泡把你的事情传给09之后，09第一时间就在群组里面就 PO 了这个讯息。真的要谢谢09，就是我们跟他讲，他就很愿意来帮你这个忙，我们也是很谢谢他。那我愿意许愿。可以许愿的地方吗？他刚不想许愿。他刚才说许愿会不会实现？对，他说他不想许愿。第一个，我希望09可以越来越好，因为我知道他很努力。第二个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。来，首先，哦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所以你们的拍就是配的。我们对，但其实这个其实是想要留给你的，因为我觉得你很勇敢，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然后你还就是可以很勇敢，然后你身边又有这么多很好的朋友。对，哦，现在有点想哭。好，没事，希望你可以开心对了，而且你有一群很棒的朋友。他们真的是我最好的。09的 T 恤跟帽子我也有了，所以我也不用了。你那个帽子也是我没有。脱掉。以后我出新口就直接寄给你了，哦，全部都寄给你。对，希望你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你要回复我。这个有点任性。你要开心啊！可是我想要你脱下口罩跟我拍一个照。1、2、3，对。哎，那个保持距离，社交距离。这个蛋糕怎么那么硬？掌声鼓励一下。在这边哦，来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你为什么要哭？你真的是一直握着这个，你干嘛？我都尴尬了。你为什么要哭？一个情绪，一个情绪。啊。